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上帝的心意，無犯罪。約翰一書3章第5、第6節，恁知影主證顯現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伊並無有罪。凡徛在伊那邊的，就無犯罪；凡犯罪，是未曾見過伊，也未曾明白伊。阿強徛在一個靠近山林的小茶厝仔內，佇遐一到暝時，就黑暗一片，閣有真濟蠓蟲甲毒蛇。阿強真驚暗，也驚遐的蠓蟲進入伊的厝內。後來有一位智慧的老爺爺送予伊一盞特制的小提燈。老爺爺甲伊講，這盞燈發出的光真特別，只要你將伊點光，並且一直攑佇咧手內，遐會驚光的毒蛇甲蟲仔就毋敢靠近你。但若是你將燈熄了，或者將伊獻佇咧一邊，黑暗甲蟲仔馬上就會爬到你的身軀頂了。阿強發現，只要伊攑條燈行路，伊就是安全的。這無代表着厝院內的毒蛇消失，而是因為燈光保護了伊。基督就是迄盞燈，咱就是攑燈的人。咱之所以會通無犯罪，毋是因為咱忽然變得完美了，而是因為咱徛佇伊的那邊。只要咱甲主連做伙，伊迄個聖潔的光就會保護咱，互罪的關係無辦法靠近。若是你離開主，就親像失去的燈，真緊的就會落佇咧舊習慣甲黑暗內。頭先約翰將耶穌的話深深地記在心內，使徒約翰永遠記得耶穌在最後一暝講的話。咱要愛主，聽主的話，才會通徛佇伊的愛內。但約翰老的時陣，伊寫批甲咱講，想要得到上帝應允的性命，關鍵就在於徛佇基督內。過來，咱要明白怎樣才會無犯罪。聖經講，凡徛佇伊的那邊就無犯罪。雖然咱迄個舊的本性閣是有罪，但只要咱徛佇主的那邊，主就會救咱脫離罪的管轄。咱過了一個互上帝歡喜的生活。耶穌曾講，天父無有留落伊一個人，因為伊想做天父歡喜的事。閣有上帝要佇基督內建立咱，只要咱真心想要徛佇基督內，耶穌就會照着聖靈的力量，佇咱的那邊活出伊的新生命。若是咱聽了上帝的話，做伊歡喜的事，咱的心就袂會責備家己。咱佇上帝面前就會通安安心心、坦然無驚，求什麼攏會通得到。最後，上帝的確會等候伊的人行事。上帝呼召你，要過一個有信心的生活，每日要花時間
安靜伫賜平安的上帝面前，伊就一定會伫各樣的善事上成全你。你要相信，迄個應允的是真的。凡徛佇伊那邊的，就無犯罪。全能的上帝會照着耶穌基督佇你的心內做伊歡喜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今日佇上帝面前想想看，你個咧為遐個老毛病掙扎啊？檢查你的體重，你現在是靠家己的意志力甲罪相拍，還是選擇秘佇個主耶穌的光內，操練徛佇那邊？當因有來的時陣，唔通急要去對抗，先轉頭看向主，甲伊講：主啊，我徛佇你的那邊，求你的光保護我。等候上帝的工作，相信上帝比你更較希望你聖潔。每日用一段時間安靜等候伊，予伊來修理你的性命。安靜會對家己講：凡徛佇伊那邊的，就無犯罪。我毋是靠家己的氣力變好，我是靠着徛佇主的那邊。主耶穌啊，你是我的性命，求你今日佇我的那邊活出你的聖潔。咱三甲來祈禱，最聖潔的上帝，我向你敬拜，感謝你差遣耶穌基督來到世上，無單是為了救我，更較是為了除去我那邊的罪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常常靠着家己的氣力去變好，結果總是失敗。主耶穌，求你教導我怎樣徛佇你的那邊。聖靈保惠師，求你逐日加添我力量，予我會通一直推着你聖潔的燈火。願我今日的一舉一動，攏會通做你歡喜的事。我信，我就的確得見上帝的榮耀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們。